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德国的大选。德国大选的结果今天已经揭晓了。这个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也叫联盟党，或者叫基民盟。反正它名字挺乱的就我们就知道一点就行了。他们胜出赢得了28.5%的选票，也就是这个基民盟有权出面阻隔。我在俄乌的节目里面介绍过，这个基民盟的领导人叫梅尔茨，有的把它翻译成莫茨如果不出意外，他就是下一任德国总理，接替舒尔茨。可以说这个结果让我松了一口气。我是非常乐意见到这个梅尔茨上台，不为别的就为俄乌战争。虽然梅尔茨上台以后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他马上就要面临俄乌战争的问题，要面临特朗普对吧？要叫孤立主义。德国作为欧洲一个大国，面临着何去何从。当然呢，在梅尔茨面前还有难民问题、移民问题、经济衰退问题都是问题但是我关心的是俄乌战争问题。所以这一期咱们就聊一聊这个德国这次选举。我想很多网友其实跟我一样，恐怕对德国的这个选举对德国国内这些党派了解的也不多，也不太去关注咱只关注他一个总理只关注他这个外交部长还有什么国防部长。今天这个财经网他有篇文章叫大选之后德国的选择，它主要是介绍这个德国当前一些状况。我想这个文章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对德国国内就有个了解，对德国当前的这个形势它的政党、它的各种政治势力有个大概的印象。那么这一次紧随基民党或者叫联盟党之后得票率高的就是叫德国的选择党。这个选择党很厉害就是我的印象里面，这个选择党好像是应该是极右翼。他那个党魁叫魏德尔，是那个一个女的，给人感觉是非常有魅力最关键是这个魏德尔好像还能说中文，他是在中国留学还工作过。从他那个竞选那些演讲来说和他平时跟媒体所这个表达传达出来的，他对大国还是非常这个亲近的。也就是说亲华亲中那紧随这个选择党之后呢，是社民党 16.5%， 好像就是那个舒尔茨他那个党派。然后绿党 11.7% 和左翼党 8.7%。 因参加舒尔茨联合政府而在2024年底被迫退出联合政府，造成这次大选提前的自由民主党没有得到 5% 以上的选票。根据德国选举法的规定无缘这届联邦议会。和自由民主党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从左翼党分裂出来的叫沙拉瓦根科内希特联盟。你说一个德国就这么多政党。这次大选很多选民认为是影响今后德国走向一次关键的选举。正因为如此，这次大选的参选率高达 83%， 比上一次大选还提高了 6.6个百分点。我们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德国这次大选是德国站到了十字路口，接下来往哪儿走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参选率再一次飙升，比上一次提高 6.6个百分点。由于没有一个政党取得 50% 的联邦议会席位，所以今后德国走向取决于这些党派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及其结果。也就是这个基民盟要联合其他党派，要不然你在议会的席位你总是占不了多数，所以要联合联盟。那接下来就要这个基民盟要跟其他的党派要谈判。那德国的这次大选对吧，他们舆论关注什么呢？说媒体和选民关注的议题集中在非法移民、经济增长和俄乌战争3个方面。各个党派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决方案，全力争取选民的支持。实际上这次大选的结果和这几个月各种民意结果几乎相同，相差只有1个百分点左右。此外这几个月的各种民意调查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变动，显然各个党派的竞选活动对选民的立场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影响。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左翼党，几个月前民意调查的结果只有 5% 上下。首先就是难民问题，这德国的难民问题也是个老大难，要撕裂德国社会。说难民问题长期困扰着德国社会，近年来涉及难民的暴力事件频发。根据欧盟的难民政策规定，申请难民庇护者需在入境国登记申请，在庇护申请审核期间，难民应按照比例在各个成员国内分摊安置。按照现行欧盟政策，寻求庇护者的很难穿越其他欧盟成员国直接抵达地处欧盟
中部的德国申请避难。作为欧盟大国，德国在难民安置比例上承担了较大的份额，但仍远低于当前实际接纳的难民数量。欧洲的难民政策表面上呢公平合理、简单易行，但在实际执行中却问题重重。地中海沿岸国家，尤其是希腊和意大利，成为中东和非洲难民的主要登陆点。陆地边境可筑墙封锁，但面对海上的难民潮，欧盟边防警察难以有效阻止登陆。一旦难民踏上欧盟土地，欧盟便有义务接受其避难申请，而不可能将其强行重新推入海中。大家还记得那个著名的那个一幅照片吧？就是叙利亚的一个小孩在那个是吧？意大利还是哪？欧盟的一个沙滩上，一个小孩，那就是难民之死。你在陆地上，你可以像波兰一样啊，那个筑电网，然后用那个无人机巡逻，然后又是警察又是部队，高筑墙嘛。但是你说海边你怎么弄啊？然后人家坐着船偷渡，只要上了沙滩，上了岸，你就没有办法。人道主义啊，你不能把人家往海里赶。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大多因战乱、宗教或者政治迫害而流离失所，他们希望在经济条件更优越的国家寻求庇护。希腊、克罗地亚及其他国家为了减少自身负担，往往默许难民继续向欧盟腹地迁移。这个就是各自打小算盘呢。难民对哪个国家来说都是个麻烦，这个麻烦走了那不是好事吗？他要往德国去，你还拦着他干啥？对吧？那肯定给他大开方便之门。说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15年9月至10月，近30万难民兵临城下，迫使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开门投降。这一年，德国共接收了89万难民，主要来自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拉克。说尽管欧盟承诺接纳因战乱而来的欧洲难民，当欧盟各国在安置难民问题上立场分歧，互不相让，匈牙利和波兰更是公开声明拒绝接受任何难民安置。这个东西矛盾是必然的啊！你说沿海那些国家，那肯定是难民第一登陆点，那人家如果说欧盟政策又不能把人家往海里赶，那你说沿海那些国家，那谁受得了？受不了。但是这些难民其实也不愿意在沿海那些国家，人家要去这个福利更好、更发达的、更富裕的国家，所以他就往这个德国跑，德国成了他们的这个目的地，那德国的压力就大。这按德国现行法律来看，说难民也不该成为德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避难者入境后申请庇护，住在政府安置的住所，等待外国人管理局的决定。如果申请获批，他们可以合法居留并工作；如果申请被拒，必须自行离境或被强制遣返。如果避难者不服外国人管理局的决定，可以向法院上诉。但在实际操作中，各联邦州外国人管理局的办事效率差距极大。据媒体报道啊，说莱法州平均只需5个月，而勃兰登堡州则长达39个月。如果申请避难者不服，继续上诉到法院，案件再拖上几年是常有的事。就是这个案子啊，时间太长啊，拖个几年。人手不足的外国人管理局和法院办案缓慢的主要原因，而由于德国政府财政紧张，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一些避难者心理崩溃，患上精神疾病，一些人受极端思想影响，最终走上极端化的道路，也不足为奇。遣返的执行问题是德国处理难民的另一大难题。目前的讨论焦点集中在阿富汗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2021年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战争结束。2024年底，叙利亚沙漠解放武装攻入大马士革，恢复了和平。但至今，德国政府并不承认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阿富汗政府当然也不配合德国接受被遣返的难民。过去3年，德国仅成功遣返了28名有犯罪记录的特殊难民，把这些老爷送出去了，也不容易啊。至于叙利亚，新任总统沙拉明确表示，当下的要务是维持国内的稳定，最早要4年后才可能实行自由选举。接受被遣返难民显然不在沙拉目前的议事日程中，也就是这国家现在还真乱着呢，你就不要再添乱了。说目前啊，阿富汗和叙利亚政府都是由穆斯林组织掌控的非民选政府。德国政府可以将这两个国家定义为非战乱地区，但如果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那里不存在政治和宗教迫害，恐怕不行。归根结底啊，说缺乏难民来源国政府的配合，德国政府的遣返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啊。这个啊，就不要说德国了，连这个对吧？这个对这个非法移民最强硬的特朗普，好像也是束手无策啊。要不然他怎么搞那个什么关塔那摩亚的那个基地呢？他就是因为这个别的国家政府不配
配合他呀。针对难民问题，上述党派基本上分成了2大阵营：德国选择党、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认为，既然欧盟无法执行自身制定的难民政策，德国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改变现状。联盟党总理候选人莫茨在1月29日联邦会议上提出了一个5点计划提案，要求舒尔茨政府收紧难民政策。该5点计划的核心包括：一、德国如邻国接壤的所有边境实施永久性检查，也就是检查站继续要恢复；第二个，拒绝所有未持有效入境证件的非欧盟公民入境，包括寻求政治庇护者，理由是他们在德国的邻国已不再面临直接迫害；第三个说依法应当被驱逐出境的人员不得自由游动，行动必须拘留，以确保顺利遣返；第四个是联邦政府必须加强对各州的遣返支持，联邦警察将被赋予更大权限，可直接向法院申请遣返保障拘留和出境准备拘留；第五个，依法应当被驱逐出境且有犯罪记录或被认定为公共安全威胁的人员，可被无限期拘留，直至其自愿离境或被强制驱逐。总之这个德国的这个联盟党也为了这个难民也是操碎了心那么另外一拨人呢，就是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组成的左派阵营，则认为莫茨的5点计划中的第1点要求在德国所有边境实施永久性检查，这个又违背了申根条约的精神以及欧盟内部边境自由流通的原则。莫茨5点计划中的第2点意味着德国不再直接接受任何难民，包括寻求政治庇护者。德国左派阵营认为，向所有政治庇护者提供庇护是德国对历史反省和伦理责任的体现。说如今若放弃这一承诺，无异于偏离德国长期以来对2战历史的深刻检讨与永不再犯的基本立场。也就是德国的这些左派政党那还是背着很多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的，他就是还是有一种这个赎罪的心理在里面。而这个右翼政党呢，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对吧？只能管眼前。那莫茨5点计划中的第3点和第5点要求德国政府对所有应被遣返的难民实施拘留，直至他们被遣返出境。他说你这个要求那跟德国的现行法律还冲突了。目前对应被遣返的难民进行拘留的法律依据是针对外国人的拘留法，但拘留法第62条明确规定，只有在其他方式无效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拘留，而且对于有未成年人的家庭原则上不得实施拘留。显然这一法律条款背后的考量还是人道主义原则莫茨5点计划中的第4点要求赋予联邦警察直接向法院提出拘留申请的权利，然而按照现行法律，只有外国人管理局才有权提出此类申请。这个有点像美国吧，就是警察是警察，移民局是移民局，对，你抓那个非法移民的是移民局，警察不管。我有印象我对这个了解的不是很充分的。那德国好像也是这样，对吧？只有外国人管理局才有权提出将这个人遣送出去，警察没这权利所以莫茨的本意是绕过外国人管理局，减少行政扯皮，提高执行效率，但这一做法破坏了德国当前公检法和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直接扩大了警察的司法影响力。说此外，德国左翼精英对扩大警察权限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他们仍记得希特勒时代盖世太保的历史。其实说难民问题远没有像这些党派所描述的这么严重。说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德国共有22100人应该被遣返，但其中17900人被容忍继续留在德国，真正离境的只有4200人。各个党派和德国媒体大做文章的难民问题或者非法移民问题，最多只涉及着2万多人。德国国家电视台2023年9月报道说，目前德国共有350万名获得居留许可的难民，占总人口的8630万的 4%， 其中110万来自乌克兰，67万来自叙利亚，22万来自阿富汗和19万来自伊拉克。这350万难民事实上都已是在德国安居乐业的合法新移民。这媒体的意思就是德国的难民问题最后只集中在这不到2万人，那绝大头350万都已经是变成德国的合法新居民了。但是偏偏这2万人的难民问题这种争议深深的撕裂了德国社会。说左派阵营坚守
人道主义的道德高地，强调维护欧盟统一。右派阵营则完全相反，为了平息德国民众对社会安全的担忧，宁愿封锁边界，疏远欧盟，甚至夸大德国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问题与难民之间的关联。这个跟特朗普的政策还有点像啊。犹如德国选择党被其他政党一致认定为非民主党派，认为其带有明显的纳粹思想。这个选择党的这个主席叫魏德尔啊，好像是希特勒手下叫什么谁，这个是外甥女是吧？也是个纳粹头子，名字我忘了啊。这德国人就认为这个选择党啊，他是个有纳粹思想，试图推翻现行民主政体。但问题是，这个选择党好像又得到了特朗普和马斯克的加持，他们就支持这个魏德尔，德国选择党。所以你说这个世界多乱。说因这个其他政党长期以来奉行三不政策来阻止德国选择党在议会中发挥实际影响力。所谓的三不政策，即不接受德国选择党的提名，不依靠德国选择党通过提案，不与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也就是选择党被边缘化，没人跟他这个合作。说因此默茨只能和左派阵营合作。他说在难民问题上，联盟党和左派阵营实际上没有任何交集。第二个啊，说德国的根本问题是经济衰退啊，说来说去都是经济问题。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联盟党和左派阵营三个政党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他们都站在乌克兰的身后，他们之间的争议在于支持乌克兰的钱从哪儿来，这就牵涉另一个大选议题，就是经济增长。发展是硬道理啊，眼下德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其实不是难民问题，不是俄乌战争问题，而是经济衰退问题。以舒尔茨为总理的这届联邦政府上台才3个月便爆发了乌克兰战争，从而面临一个与默克尔时代完全不同的国际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啊，说德国社会因为难民问题而进一步陷入分裂，各政治党派均拿起大做文章，特别是右翼不遗余力地夸大难民问题对德国社会的伤害。其实对德国社会伤害最大的应该是舒尔茨政府的经济政策。说舒尔茨不仅没能解决默克尔政府留下的经济问题，还听凭绿党及经济部长哈贝克一意孤行，造成德国经济连续2年滑坡而陷入衰退。舒尔茨这届联邦政府执政的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是 1.4% 和负的 0.3%、负的 0.2%， 那就是陷入衰退啊。说德国上一次连续2年经济负增长是21年前的2002年和2003年。2001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衰退，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3月的5000点降到2002年的1100点。此外，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国际生态环境，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对于德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德国经济学界是有共识的。德国5大经济研究所受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委托，在2024年9月联合发表的经济报告中，虽然预测2025年经济增长可望达到 0.8%， 但是认为德国经济仍然处在增长停滞状态，回升乏力。这5大经济研究所啊，认为啊，德国经济在去碳化、人口老龄化和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方面面临结构性改革的挑战。5大经济研究所这一表述切中要害，但又有点隐约其词。现实的状况是，德国政府20多年来推行的激进的去碳化政策是抑制德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给德国社会带来了社会保障体系收支失衡和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特别是专业技工短缺。最后那句话可能是最关键的，就是在德国和全球市场上，德国工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日益处于下风。前述5大经济研究所报告提出的3个挑战，就是去碳化、人口老龄化和来自中国的挑战。那德国的这些政党、这些派别，他们都是什么态度呢？在去碳化方面，绿党要求加速绿色能源转型，而德国选择党要恢复煤电。你看，就是2个极端啊，一个说要继续绿色能源，那就太阳能、风能什么或者天然气，而德国的选择党呢，就是魏德尔，他要求是恢复煤电，那不是开倒车吗？那其他的党派就是介入这2个主张之间。人口老龄化给德国带来的主要问题是专业技工不足和养老保险体系收支不平衡。那么
在引进国外专业技工方面，绿党主张要进一步简化手续，大力吸引国外人才来德国工作，而德国的选择党只愿意有控制的引进欧盟内部的人员。你看，又是两个极端，那其他的党派就处于这个主张的中间。这个德国选择党主张延长退休年龄至70岁，维持现有的退休水平，养老保险体系收支缺口由国家财政补足。那意思就是一个绿党跟这个选择党在德国正好是两个极端，就是两头，剩下的党都是处在中间。这个主张对任何的主张都是这样。那么关于来自中国的压力怎么办呢？这个德国的选择党认为中国是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主张加强和中国的经贸合作。但是绿党呢，完全将中国视为体制挑战者，极力推进和中国的脱钩。中间依次是左翼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本次大选获胜的叫联盟党的选择，说联盟党估计不会和左翼党合作，就是不会和这个选择党合作，因为这两个党派在经济政策方面几乎没有共同点。和联盟党交集最大的是德国的选择党，但默斯已当众一再宣布绝不选择德国选择党作为联合执政伙伴，就是不会跟那个魏德尔合作。说联盟党只有和社会民主党合作，那不就是跟这个舒尔茨的党派合作吗？因为联盟党和绿党构成不了议会的多数。当然联盟党还可以和绿党以及左翼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但概率不大。不管是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联手，还是和其他左派政党组成联合政府，联盟党的目前计划的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如愿得到实施。德国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局面不会得到根本性扭转，只要经济上不去，德国社会的撕裂会进一步加深。4年之后，德国选择党一党独大的就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这个很有意思也就是说你这4年你联盟党梅尔茨对吧，在你的这个领导下，如果德国的经济得不到改善，那德国人会更加失望，这个撕裂会更加深。那个时候选择党可能就是一党独大。就像这次特朗普竞选一样，反正我是一直认为不是美国人喜欢特朗普，而是美国人对拜登，对吧？对这种极左政治正确，对吧？对美国的这个拜登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政策失望。那这个恐怕4年以后也有可能在德国会再一次显现，也就是德国人对执政党失望，最后他被迫选这个叫选择党。怪不得这马斯克和特朗普，对吧？这个疯狂的支持这个选择党，这马斯克甚至攻击这个舒尔茨然后舒尔茨说马斯克，对吧？你干涉德国大选。说联盟党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德国的选择党。联盟党可以在和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谈判中漫天要价，以不和选择党结盟为由，迫使社会民主党就范。如果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坚持原则，默茨可以被迫无奈转身去找德国选择党，重演一次1月29日联邦议会上讨论限制非法移民案的剧情。联盟党和德国选择党合作，在难民问题和经济发展上可能会有较大的施展手脚的空间。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虽然两党的态度截然不同，但是如果俄乌停战，这个问题的权重会大大减小。如果联盟党和德国选择党真正联手，对德国未来走向当然会变得完全无法预计。这个财新的这个文章他把德国当前这些党派以及各个党派对德国当前3个问题，一个就是难民问题，一个是国内经济问题，一个是俄乌战争问题，各个党派对这3个问题的态度立场做了一个梳理。那我们大概也知道了绿党是吧，相当于极右，这个选择党是极左，但是这个极左极右不一定那么厉害就是我们说就是在两头，剩下的什么民盟党联盟党什么社民党那都是在中间。给我的感觉这个梅尔茨领导的这个联盟党，他倾向于搞一个应该是偏右的政府，因为他们放弃了，对吧，跟这个选择党合作嘛。如果他跟选择党合作，那就是相当于成立一个偏左的政府，应该这么理解。那联盟党恐怕目前首选是建立一个稍微偏右的政府，要跟绿党跟他们合作，因为联盟党不能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就是独霸议会他都必须要跟几个党合作，才能在议会里面成为大多数。在这个德国所有党派对德国
面临了3个问题，这个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我为什么刚才说了，我是倾向于这个默茨啊，就是梅尔茨上台，因为他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是非常坚决，对吧？他今天他就已经就俄乌战争再次发表讲话，就是德国要做好美国不管欧洲的准备，德国要加强这个叫国防，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这个默茨啊一直指责舒尔茨，这个舒尔茨不是就一直不愿意给乌克兰提供这个金牛座嘛，能达500公里的，就是去专门拆那个克里米亚大桥的。结果这个梅尔茨说啊，他一上台他就要提供这个能达500公里的金牛座导弹。这个舒尔茨反对，对吧？这个乌克兰用美西方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但是这个梅尔茨他就支持。所以在支持乌克兰这一块啊，梅尔茨比舒尔茨要更坚定、更坚决，力度更大。当前啊，现在在整个欧洲啊，那也就是英国是恐怕在尽心尽力的，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是想帮这个乌克兰。帮乌克兰实际上就是要抵御打压俄罗斯，这个大家也好理解。只有英国，那法国呢？法国虽然教导比较厉害，但是马克龙自己也说了，他要搞战略模糊，你看比较微妙。如果这个时候德国站出来，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加大力度，那么天平是不是就倒向了乌克兰？这时候有英国有德国，然后这时候法国他就被迫啊，他就会更加这个坚定。那欧洲其他的国家他们就会随大流，对吧？因为大家都喜欢抱大腿啊，这些大国，欧洲的大国态度坚定，那这些小国这就会跟着跑，有主心骨。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德国这次选举非常重要？那就是天平啊倒向了乌克兰，至少英国、德国联手，对吧？就更加坚定的支持乌克兰。那这时候法国它的信念就更加坚定。那意大利呢？西班牙呢？对吧？意大利本来在那个马斯克在那个特朗普那儿来回摇摆，意大利那总理叫梅洛尼吧？那这时候如果说英德法态度坚定，那意大利也会选择。所以你看啊，这个我觉得啊，德国这次选举为乌克兰的最终胜利啊又提供了一个保障。如果是选择党一上台，对吧？魏德尔跟那个特朗普、马斯克遥相呼应，那基本上啊，这个乌克兰这欧洲就乱套了。你想想，德国这一反水，德国这样一摇摆，那靠英国行吗？那法国摇摆的更厉害啊！接下来恐怕就是这个梅尔茨啊，赶紧抓紧阻隔，完了之后他要到基辅去访问，联合英国啊、法国扛起欧洲，对吧？这安全的大旗。最后我再说一说啊，选择党虽然他现在政策是有利于大国的，但是啊，我们眼光还是要长远，对吧？相比较跟德国现在的这种经济合作非常重要啊，但是啊，肢解大俄更重要。跟德国的经济合作是一时，是目前暂时的，是短期的，但是大俄如果肢解了，那这个利益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小利而放弃这个大义啊！在肢解俄罗斯和与俄国、与德国合作，对吧？经济合作这个两个中间怎么选？我们当然选烤大俄啊，铁锅炖大俄。当然呢，与德国的合作和铁锅炖大俄未必就是矛盾的，未必就是非此即彼。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